美国纽约大学的医学研究中心16宣布，甲一粒基因改造猪的药剂换去一位脑死的患者的身躯顶，到达已经正常运作32天了，打破英国器官移植的新纪录。Pretty looking kidney. It even looks better than a human kidney, I think. I think so too. 伫外口的手术室内面要开刀的这两个医生，学到的这个要换的药剂，并不是过身的人捐的，是一个基因改造的猪的药剂。蒙哥马利博士之前嘛做过同款这种疫种换器官的实验，两粒猪的药剂，两粒猪心，但是器官拢干那运作2天到3天。这摆7月14做的这个手术，猪的药剂甲胆已经正常运作32天啊，而且搁在继续观察，伫医学的史上，即摆会使讲是一直在创造新的纪录。So we're 3 weeks into the 1 month study, and things have gone extraordinarily well. The kidney functioned immediately. 美国有超过10万的患者是等人在捐器官，每一年拢有几千人因为等无需要的器官死亡。纽约大学这摆的实验，就是想要甲换异种器官的速度会当加较紧的。这摆关于的尸体防做实验的对象是一个57岁，因为着脑癌忽然间死亡的查甫人。伊的厝内人想到伊一世人拢真爱帮助别人，就决定甲伊捐予纽约大学纳格尼换器官研究中心，替医学研究来做贡献。正拄好，就伫个纳格尼换器官研究中心传出好消息的同一天，阿拉巴马大学的伯明翰分校，同款是对一个观众的尸体做一个猪的药剂的换器官手术，手术了后嘛同款成功运作7天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。